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evin 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今次呢條片係想教大家改善失眠嘅方法。相信大家都有過失眠嘅情況。失眠不但會降低免疫力，增加肥胖、心臟病同糖尿病嘅風險，更加會令到你容易發脾氣同反應遲鈍，嚴重影響工作嘅質素。如果你係司機，唔夠瞓導致反應慢，甚至可能會發生交通意外。以下係一啲改善失眠嘅方法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首先，你要保持一個固定嘅作息時間，換句話講，即係每日喺相同嘅時間瞓覺，即使放假都一樣。呢樣係最有效令你減低失眠嘅發生。第二，起身之後1至2個鐘內曬10至30分鐘嘅太陽，咁樣有助調節你嘅生理時鐘，並且增強夜間褪黑色素嘅分泌。第三，喺瞓覺前2至3個鐘開始調暗家中嘅燈光，並減少藍光，將電話調至夜間模式，或者佩戴防藍光眼鏡，甚至喺晚上9至10點之後完全唔用手機。第四，注意攝取咖啡因同酒精嘅時間，下晝2點後盡量唔好飲咖啡。因為咖啡因對大多數人嘅半衰期為5至8小時。如果飲酒，請喺瞓之前3至4個鐘停止，因為酒精會擾亂睡眠週期。第五，設計一個涼爽、黑暗同埋安靜嘅睡房。16至20度係大多數人嘅理想溫度範圍，可以掛上遮光窗簾或者戴眼罩，必要時可以聽白噪音、粉紅噪音或者戴耳塞。第六，適當運動。早晨或者下晝運動有助於改善深度睡眠，但係盡量避免喺瞓前2個鐘內進行劇烈運動，咁樣有可能會延遲入睡時間。第七，注意用餐時間，盡量喺瞓覺前2至3個鐘前食完飯，可以食啲清淡啲嘅點心，例如香蕉配杏仁醬、酸櫻桃汁、奇異果，呢啲食物有助於睡眠。第八，睡前放鬆，大約30至60分鐘嘅時間，每晚都做同樣嘅放鬆活動，例如睇書，做一啲簡單嘅伸展活動、冥想、寫日記、沖個熱水涼。你嘅大腦會逐漸記住，做呢啲嘢就係等於就嚟瞓覺。如果你喺床上10至20分鐘都瞓唔到，可以起身去做一啲你覺得沉悶嘅嘢，但係唔好對住個芒，等眼瞓嘅時候再去瞓。盡量保持放鬆咁去休息，唔好俾自己壓力去逼自己瞓覺。以下嘅天然食品可以令到大家瞓得好啲。臨瞓前1個鐘食奇異果，每日飲2杯酸櫻桃汁。酸櫻桃汁具有天然黑色素，或者你可以試下食 supplement。1至2個鐘前食2至400毫克嘅甘氨酸鎂，1至200毫克嘅茶氨酸，或者食褪黑色素。盡量避免長期食安眠藥，因為安眠藥有耐受性，同埋避免午睡。唔好因為想有 me time 而導致報復式嘅睡眠拖延。只要你持之以恆，大多數人會喺7至14日內有改善。如果你做晒以上所有嘅嘢都係有失眠嘅情況，考慮睇下醫生，因為可能你有睡眠窒息症、不寧腿症候群或者其他疾病。多謝大家睇晒我呢段片，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撳埋 like 先好走啊！下次再見。